嚟之會議，弟弟過嚟招呼你，我不做事。哇，好好啊！弟弟快嚟簽襪子，我不要簽。弟弟快嚟簽係子，我不要簽。哇，好好啊 ，Jeffrey 好肯嘗試啊，仲好流暢。弟弟快嚟簽戴帽，我不要戴。哇，好叻啊 ，Jeffrey！弟睇清楚呢個字啊！好，好。我們選雞器，不等你哇，好叻啊 ，Jeffrey！了。好叻啊，真係 Jeffrey，你真係認住啲字喎，好好啊，仲好肯思考啊。點樣啊？哎呀，弟弟點解喊嘅？點解喂喺度喊嘅？點解啊？弟弟而家佢想去街啦，咁佢弟弟要做咩先可以去街呀？要快啲換衫啦！爸爸媽媽唔等佢啦，係咪啊？係咪啊？下次唔該晒 Jeffrey。